大家好，2026年香港時間1月23號，而家時間係香港1月23號9點鐘。9點鐘呢一刻呢，黃金嘅價格呢再升穿4900蚊，喺短短呢一個月之內呢升超過10%。一個禮拜之內咧就升咗7.53%，咁你都見到幾瘋狂嘅。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啊。喺1月1號、1月2號嘅時候咧，係4300幾啦，4300幾美金。咁啊，今日最高位4967。即係話咧，短短喺20幾日裏面，23日裏面咧，就由4300升到4900。咁實際上咧，成個升幅係超過10%嘅。咁啊，過去3個月升咗2成，20幾個 percent，6個月升咗45個 percent，一年咧升咗80個 percent，係啦。黃金咧，踏入呢個最新嘅一年咧，升幅係持續嘅。呢個有少少係大家都預期唔到，喺1月升得咁犀利。咁啊，截至呢一刻咧，國際現貨黃金價格咧，呢一刻嘅價錢係4941蚊，係啦。今日嘅波幅係4899蚊。至4967，最高位咧，黃金嘅價格咧，距離5000蚊咧，只係幾十蚊美金嘅啫。最高位今日係4967，都幾誇張嘅一件事啊！係啦，你諗下啦，1號嘅時候4321蚊，4321，4231。而家4967，咁你計一計都升咗成700幾喎。我哋計一計，撳下計數機啊，升咗736，即係今個月咧，黃金而家1月1號到23號為止咧，個總升幅係17.4%，單月累計係升咗17%，哇，都幾誇張。咁如果睇怕咧，就5000就應該即將升穿㗎啦，升過5000只係時間問題嘅啫。咁啊，黃金係強勢嘅，即係個勢頭係好強嘅，持續係買入嘅。你會睇到一啲國家咧係持續買入，強力買入，即係佢係冇減弱過㗎，嗰個購買力持續係買入嘅。白銀咧就有一段時間，琴日係跌翻轉頭嘅，咁啊，但係而家又恢復翻係持續買入，比較多散戶啊。白銀比較多散戶投資，咁啊，白銀即將亦都升穿100蚊嘅水平啦，係啦。黃金而家今年1月淨係計1月升咗17%，咁啊，地緣政治緊張啦，咁啊，之前又預計美元會減弱啊，咁而家美元走弱，日元反彈，亦都為呢個金價提供咗呢個支撐啦。貨幣政策就有機會可能美國會今年會減息啦，減息亦都會支撐黃金嘅水平啦。美國、歐洲、俄羅斯咁啊，仍然係地緣政治緊張啦。美國就而家唔再做國際警察啦。美國話你唔俾錢，我就淨係會保護自己嘅地區嘅啫。咁歐洲咧而家係好需要美國嘅保護啦，咁所以格陵蘭最後都係俾咗美國嘅。隨住呢個實體黃金嘅價格升幅，
咁啊亦都拉動咗香港同埋中國區嘅呢個黃金嘅飾金價格，同樣都係啦。匯豐同埋高盛等呢啲咁嘅機構分析咧，黃金係會繼續係持續上漲嘅。高盛預計咧，甚至乎係會升到5400蚊美金。上年都同大家講過啦，黃金有機會係去到5500，甚至乎6000嘅，係啦。咁啊，估唔到喺1月咧已經係差不多，已經可以係升穿5000。另外就其實而家仲傾緊嘅，美國同呢個北約咧仲傾緊點樣係交割呢個格陵蘭島。咁基本上格陵蘭島就肯定係俾美國㗎啦，但係點樣去保護、點樣去租用呢個地方咧，就要等佢哋詳細討論。咁但係格陵蘭嘅總統咧、主權人咧，佢哋就話冇傾過喎。咁啊，到底而家係搞成點咧？都仲要啲時間去睇下。現貨白銀亦都升爆啦，係啦，白銀亦都係報歷史新高。咁我哋睇一睇啊，銀嘅價格咧都係升嘅。過去一個月就升咗40%啦，係啦，升咗40%。咁你睇翻嘅話，71蚊升到99蚊，升咗20幾，即係話佢差唔多係有28蚊嘅升幅，係啦，40%啦，差不多40%啦。咁而家白銀嘅價錢呢一刻咧，9點鐘咧，香港時間9點鐘咧，就99.2美金。今日嘅波幅區間咧，最低位係96蚊，最高位咧，今日銀嘅價格最高位咧99.3啊，即將升穿100蚊嘅水平。咁啊，銀啊比較多散戶參與啦，所以佢嗰個刺激程度咧又真係好勁嘅，一個禮拜可以升成10%。咁睇翻一日嘅升幅咧，都可以升3-4%。明明仲喺95蚊左右嘅，咁突然之間咧就升到嚟99蚊啦，升咗成4蚊，升咗成接近5%。單日嗰個升幅可以3-4% 咁升。咁啊，預計銀咧就應該今日會升穿呢個價格㗎啦。散戶參與程度好高，大部分都係睇好金同埋銀，兩者之間一齊都係升緊。咁但係由於國家嘅政策持續購入呢個黃金咧，基本上短期內黃金就可能會有波幅嘅，但係你話大幅度調整咧就應該冇，因為買黃金嘅人咧，佢唔係短炒，大部分而家持有黃金嘅人咧都係做儲備同埋睇長線嘅。咁本身我就預計即係升到5000零蚊我就走㗎啦。咁但係估唔到咧，1月過咗2/3左右，過咗2個禮拜、3個禮拜咧，就已經升到爆炸。咁啊，隨住呢個國際嘅爭端咧係持續嘅話咧，有機會黃金係維持喺高位5000以上，係啦。即係話今年黃金咧，基本上你想去跌啊，我諗佢會有波幅嘅，即係可能會有部分嘅人可能會買咗之後係賣咗佢嘅，即係升到某啲水平，等於你喺街鋪見到嗰啲人，金飾鋪嗰啲人見到高價位，佢哋會拎啲金去賣，拎啲金去放套現，係啦。咁啊，而家1兩嘅黃金要45000幾啦，應該係啦。咁我哋睇下今日金價係咩料？我哋睇今日周大福嗰啲金價，周大福嘅4萬啊，唔係喎，金粒投資嘅話係咯，金粒投資嘅話咧就係4萬幾咯。
如果你係買一啲投資黃金嘅話，你唔係買飾金啊，你買飾金就貴啦。你買投資黃金都要4萬幾啊！而家基本上而家都黃金會買嘅人都有嘅，但係唔多咯。大部分人買黃金嘅時候都會覺得哇，好貴好貴好貴咁樣，但係買咗黃金之後就唔會貴啊，係好得意啊！我幾日前同大家講過啦，即係你買嘅時候你永遠都覺得貴嘅，咁但係你買咗之後你會見到佢升之後咧，你又會覺得冇嘢噶啦，係啦，黃金係好得意嘅。即係你買佢嘅時候呢，你永遠都會貴。1000蚊嘅時候你覺得貴，2000蚊嘅時候你覺得貴，但係永遠升咗之後呢，你就會覺得冇乜嘢啊，係咯，當投資啊咁樣。所以買黃金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呢，唔係今日買佢聽日就有錢賺嘅。咁你要預計呢，買黃金呢嚿錢可能係擺一段時間咯，半年啦、1年啦、2年啦，甚至乎3年。黃金可以俾到一個好高嘅回報你嘅，咁但係問題係要時間咯，係啦。尤其是今年係火年，今年應該啲黃金應該升到叭叭聲。你而家買呢，我就唔會建議你 all in 嘅。譬如你有嚿錢係諗住買黃金嘅，咁但係你唔好一口氣一個價錢就 all in 晒咯。你今日睇落去仲好似升緊。話唔定佢會到頭跌呢，咁到時跌咗你咪可溝咯，升你又可以溝淡，跌你又可以溝淡。